归园居然还有这么个地方。 难道是他让我恢复了意识？只是一眼，于是人间，山海万千，不再鲜艳。我们在不知不觉间，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我之间再爱一遍，将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谈这一生我们纸短情长。即便看过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，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。无论前后永恒或瞬间，不变改的叫做思念，想一直在你的身边到永远。不好！他们是……主子什么时候这么温柔过？上一次，还是在上一次，又上一次。
他醒后，亲自送他回宁王府。是。这还是第一次毒发后有人近身却安然无恙的，也是第一次在他毒发后还能安然入睡的。就是太子。小姐，您终于醒了。小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姐，我在威园后门等了您好久都没见您，就过来找您了。可是后院阁楼有人守着，说是不让外人进，可把我急死了。那你最后是怎么进来的呀？我刚刚啊，岳西郡主，您这婢女可不得了。是她。您这婢女在门口久等不见您，我们的人听命不让她进，她差点回去找宁王，派兵掀了整个威园。这丫头忠心，倒是让您见笑了。是我们的问题，底下的人没能发现郡主，害得郡主的婢女担心，差点引起误会。哦，我是怀流，殿下命我送郡主回府。那就多谢殿下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殿下命我交给郡主的金疮药，是皇家贡品，效果比外面的要好上数倍。属下已指使威园的管事在散宴前告知四公主，说郡主身体不适，先行回府了。这个太子府办事还真是滴水不漏。他怎么不问问主子呢？顶着这么明显的伤，这岳西郡主怎么好像没事的人一样？既不惊讶于太子的身份，也不问太子的去处，甚至连受伤的原因也不过问。这岳西郡主不像传闻中那般无脑，反倒很是沉得住气。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减轻主子毒发的痛苦，便是整个太子府的恩人。哎呦，疼啊！回去给你揉揉。总之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这太子殿下可能身患重疾，我也不确定。但看那等情景，反而更像是中毒。说是恶疾，倒不如说更像是被药物刺激了神经，整个人都处在一种濒临失控的暴力状态。不管什么原因，这太子殿下下手也太重了。您这一圈青紫掐痕不说，顶着这么大个牙印儿，这几天还怎么出门啊？反正我也不想出门，但是你别告诉老头子啊，省得他担心。还有那披风，收好了，别让旁人看见啊。放心吧，奴婢明白。小姐，有人给您送了东西。给我？门房那边说是威园管事送来的，说是您昨日在威园丢了东西，今日找到后特地给您送来的。拿给我看看。哇，没想到这太子这么大方。小姐，这是昨日唐突郡主，可否赏面移步威远，允我留表歉意？金子留下，帖子我再想想吧。哦，该来的还真是一件都躲不掉。
郡主，主子在阁楼等您。小美，你就在这等我，不用上去了。好的，小姐。见鬼了！怼天怼地怼小白花怼萧旭都没怂过，怎么就是有点触这个萧心恒啊？不行，大佬虽然可怕，但好像该死的长在了我的审美上，这让我抵抗的有点艰难呢。郡主请。今日邀郡主前来，主要是想向郡主赔礼。昨日无意伤了郡主，本宫实在歉意不已。抱歉，你这家伙下口的时候可一点都没留情。殿下的赔礼我已经收到了。本宫也不知道郡主喜欢什么，只能送一些俗物，聊表歉意。殿下出手大方，我倒是喜欢，就缺之不恭了。殿下今日要我前来，怕不仅仅是为了赔礼道歉吧？郡主聪慧，想必昨日情景，郡主心中也有疑惑。本宫其实身患顽疾，发作时会神志模糊，头痛难忍，严重的时候还会伤人伤己。当朝太子身患嗜杀恶疾这种事儿，是我能知道的吗？我特地没有问你发疯的原因，大家彼此装傻不好吗？所以，本宫有事相求。虽然昨日无意伤了郡主，但本宫发现，郡主可以在本宫发作的时候使本宫安定下来，所以今日特请郡主来为本宫治病。啊，治病？身患顽疾，发作就嗜杀，只有某个女人才能治的病。他这不妥妥大男主体质吗？本宫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有非凡的气质。啊，我有几个问题。但是无妨。你是不是从小就任何女人不能近身，全世界只有我能碰到你啊？没有。那你是不是有兄弟浴血奋战，被贪官诬陷，急需你忍辱负重，平反冤案？本宫打的都是胜仗。冒昧最后再问一句啊，你是不是有生病的妈，横行的爸，还有上学的妹？母后已逝，身边的兄弟姐妹都安好。怎么就摊上我了呢？没有女主的命，却撞上女主才能治的病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那我要怎么治你啊？无需郡主做什么，只需要郡主每5日来后庭阁楼待上2个时辰。和殿下一起待2个时辰？是的。本宫发现，只要郡主在我身边，本宫便能安稳，而且头痛也能缓解不少。还真是俗套的玛丽苏设定。不过，昨天好像确实是在我靠近他之后，他的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。看来是有求于我。我为何要帮殿下？我可不是什么良善之人，虽每隔5日陪伴殿下2个时辰，并没有什么难处，但我出自宁王府，我父王兵权在握，让人知道我跟殿下来往甚密，对我宁王府可没什么好处。郡主想要什么？我想要殿下护宁王府一世安稳。郡主这话，是代表郡主本人，还是代表整个宁王府？想必你也知道，3年前，
因我年幼无知，闹腾的我父王差点把全部身家都压在萧旭身上了。一句年幼无知就打发了前尘往事，这玉溪郡主还挺豁达。郡主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的选择就是宁王府的决定。你不信我？没有，本宫相信郡主。那你笑什么？本宫只是好奇，为何是本宫？本宫以为郡主会找萧旭，毕竟你们差一点定下了一段姻缘。实不相瞒，我其实不介意最后是谁荣登大宝，只要不是萧旭就行。而殿下恰恰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因爱生恨？不是，没爱过。那又是为何？是萧旭护不住宁王府，或者说，他根本不在乎宁王府下场如何，所以，殿下就不必担心我因为感情问题左右摇摆，中途变卦。事实上，如果殿下能在过程中一不小心让萧旭消失，我会更感激他。护宁王府一世安稳，本宫可没那么大能耐。不，你有，你现在没有，以后也会有的。宁王府满门上下都忠君爱国，可惜后继无人，因此不求世袭鼎盛，只求我在的这一世能繁荣安稳。郡主所求皆是为了宁王府，那郡主本人呢？无甚所求。我除了宫里那几位，我已是这天下最尊贵的女子。只要殿下您能护得宁王府昌盛一日，无论我如何肆意妄为，都无人敢欺我辱我。本宫定不负郡主所托。这是谈成了，这么容易的吗？还以为得磨上几个回合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就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决定了。郡主，主子多年来深受病痛折磨，各种方法都试过，不过仍然从未睡过一个好觉。但郡主的气息却能神奇的让他安定下来，哪怕只是让他睡一个安稳觉，也极大的缓解了他这么多年来的病痛。您的这份恩惠，整个太子府上下铭记于心。客气了，各取所需罢了。还是要谢谢郡主。主子这人平时看似冷淡，但其实赏罚分明，对待自己人永远真诚相互。只要郡主您一天站在主子这边，主子定不辜负郡主。这话既是承诺，也是威胁。但愿如此吧。他既然承诺护宁王府周全，只要宁王府不背后捅刀，想必事成之后也不会被谢墨杀了。若他真的言而无信，大不了就跟袁术一样，拼个你死我活罢了。至于谁输谁赢，还不一定呢。没吃完早饭就走啊？今天还有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课没学完呢。你堂堂宁王府的郡主，不会那些也无妨。娘走的早，现在京城里都传得沸沸扬扬的，说我没得一点娘的真传，难受。小姑，行吧，早去早回。知道了，老头子。
这不是上回我在他马车里看的那本书吗？折起来，下次再看。这书怎么在这儿啊？猜到郡主喜欢，便都拿来了。贴心啊，殿下。真好吃，甜。这里还有很多。无聊，怎么打发时间呢？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故事。好呀。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王子，他每天独自吃饭，独自睡觉，独自看日出日落。忽然有一天，他的脚下绽放了一朵娇艳的玫瑰花。玫瑰花？是什么花？是一种代表爱情的花。小王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花，他爱上了这朵玫瑰，细心地呵护它，每天给它浇水除虫，陪它聊天。后来学会了栽花。听我说，小王子觉得他的玫瑰是唯一一朵玫瑰，其他地方都不存在的。然而，忽然有一天，他走进了一个花园，在花园里，他看到了5000朵一模一样的玫瑰花。这时，小王子才知道，他的玫瑰花只是一朵普通的玫瑰花。怎么会是普通的玫瑰花呢？那可是在他孤独的时候陪伴他的玫瑰花，那是只属于他的玫瑰花。哇，殿下都学会抢答了，厉害！郡主的故事很有意思，我很喜欢。你书还没看完呢。你是说我离你越近，你的气息就越稳？只要郡主离我越近，我的躁动就会好些。像现在就挺好的。这样啊，
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喂。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前再爱一遍，想化作风和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谈这一生我们纸短情长。即便看过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，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。无论前或